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和本圣经在15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做的事你们没有练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练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灵序，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今天讲到是请马来亚乌茂牧师来讲到。马来亚乌茂牧师是泰雅尔宗会罗兰教会牧师，他讲的题目是开放性礼拜将福音传达。开放性礼拜将福音传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带来生命，我们的生命需要你的话语的喂养。但是我们靠着我们这个聪明智慧，没有办法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此时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愿你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当中，高举耶稣基督，谦卑来到你面前。主啊，愿你开启我们的心眼，开启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你的力量，你的礼物，生命的礼物赐给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还有可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的学长学弟牧师们哈，我好像来到台神的礼拜堂，然后很熟悉哈。然后呢，我跟你们在一起敬拜神也很熟悉，好。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国的时候，我们还在见面，哈利路亚！很感谢上帝，在两年多前，2009年，到罗兰教会来服侍，也是我封牧的一个日子。2009年6月6号，那带着一颗很单纯的心到那边服侍。好，不晓得哇，原来一个教会建堂要还贷款，原来是那么大的压力哈。所以呢，第一年搞不清楚，第二年才知道哦，原来现在教会最大的问题啊，原来教会设立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把福音传扬出去。把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有弟兄姐妹被吸引，被神的爱所吸引。那来到这边的弟兄姐妹要被神的话所喂养。以至于当我们上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带着神的力量，充满圣灵的充满，神的话语的指引，让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的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代表耶稣基督为主做见证。这股力量是爆炸性的力量，哈利路亚！但是如果教会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白，这个教会为什么我们来这边，我们为什么要做礼拜，我们为什么要受装备？重要的是，我们要承接耶稣给我们的遗言，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只有牧师的工作，不是只有传道人的工作，是所有基督徒的工作。哈利路亚！但是所有基督徒要接受这个很大的使命之前，我们要受装备，我们要享受在礼拜当中。我们在礼拜当中遇见神，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遇见神了，当我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你的旧的东西都会抛给上帝了，你就成为新造的人了。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说，期待我们今天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跟你旁边人讲，不是自言自语，跟他旁边人讲，跟你旁边人讲，来鼓励他，期待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你很清楚，你来这边是因为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在过去6天当中，我们常被这个世界的言论啊、弟兄姐妹，我们眼睛啊，我们所着重、我们所做的，也许偏离了上帝，神不喜悦呢。所以你来到这边来做礼拜的时候，如果是到现在还在头晕的，你到现在还想睡觉的，我告诉你，你的焦点错误了，你可能是行尸走肉。你是仪式化的，你不知道今天的礼拜是神要极大的礼物赐给我们，这个极大的那个神要把他的力量赐给我们，以至于当我们礼拜的时候，我们带着神的力量，在6天当中为主做见证，哈，爆炸性的力量，跟你旁边讲说，爆炸性的力量在你我之间流动，爆炸性的力量在你我之间流动。所以你知道我们活着就是要传福音啊，那我们在这边教会聚集在这边做什么？装备我们领受神的爱，遇见神，然后继续把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就是这样。但是，是不是我们现在都搞不清楚？可能是因为职务啊，因为是人的因素。但是你没有焦点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敬拜不是上帝所喜悦的。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要抢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知道已经是迫切的时刻。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快再来了，但是我们传福音的脚步到底有没有更急迫呢？各个团契，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向你的邻居传福音呢？有没有跟着这个回应这个时代的需求，回应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的信仰做一些回应呢？还是我们还是慢半拍呢？在教会是这个社会的良心，是这个社会的领导者。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有没有成为这个时代的良心？有没有成为我邻居的一个领导者？我们要活出跟世人不一样的一个生命，要活出不一样的价值观。这是要何等大的一个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感谢神，罗兰教会在我们搬到我们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就是这样小小的，本来是这么一间而已，小小的，还有2/3啊，2/3是多少啊？好，2/3哈。然后在热闹的纯金路罗东，如果你们常常去罗东，来去罗东逛过夜市的，请举手。啊，对，不要，对，要诚实，后面都没有哈，后面都没有。没有，明明有去就不要害羞，没有关系，去罗东夜市没有关系哈，因为那里是最善良的夜市。OK， 好，5、6日的时候千万不要，我们都不能挤进去哈，而且出去都要骑摩托车，因为你每一条路都塞车。哦，不知道，因为很近嘛哈。今天牧师5点到这边啊，不是5点出发，然后到这边是快7点，2个小时，哇，好快哈，因为也很早了哈，所以大家欢迎来到罗东来，也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很特别，本来是在一个我们才10几年的历史，这10几年、12年的历史里面，1999到现在2011年，请问是几岁啦？几岁？好，你看看你有没有12岁的孩子？有12岁的孩子请举手。12、13的差不多，差2、3岁都 OK 哈。他们的特质是什么？小孩子要转大人这样子哈，转青少年。我们教会的生命力也是这样。可是，在12年里面呢，我们遇到什么呢？我们遇到停会，没有爸爸妈妈，好，停会，好，然后呢，之后又复会，复会之后又没有多久，又要建堂，好，到现在这个礼拜堂到这个科林社区已经第4年了，有1年没有牧师。第3年、第4年，到底第几年？我在那边第2年啊，3年，第3年。今年才开始跟我们的社区的邻居用发更新的，每个礼拜去发更新，走路去发更新，把我们方圆500里哈，那几个就是那些老社区，而且那周围都没有教会，就只有我们有教会而已，所以那都是我们的什么？都是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在第3年，今年我才惊觉到，原来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就是周围的人。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散居在南洋平原，从宜兰到苏澳，在教会附近的弟兄姐妹们才很最近的就一个而已。
好，就是我们这边的哈，今天我的同工哈何妈妈哈，请起立一下，她的姑嫂在上面哈，也是我们教会的执事的太太哈，执事娘哈，在上边，哎，谢谢，请坐。她常常到教会倒垃圾，因为最近，感谢主，把这最好的福分哈留给她哈。没有人想要做的觉得最看不起的工作哈，都是她，而且她都已经60几岁了哈，这福分都留给她。最近的就只有一家而已，其他都散居在南洋平原里面。那我们还用好多，去年也一直宣导要传福音。啊，可是你传邻居的也没有用啊，哈，也不是没有用啊，他也不会回流到你的教会来，哈，因为他跟教会没有很亲密，所以怎么办呢？今年就觉得，哎，原来我们的合场就是科林社区，你知道科林社区什么样的一个社区吗？水田的社区，而且那个是涌泉，好，那边是水质是最甜最好吃，连蚂蚁都要吃的，甜甜的。好，你们下次欢迎你们来罗兰教会哈，去那边游泳。去喝水，啊，去那个看那个稻田，现在都被几乎快收割了哈。所以教会，罗兰教会迁移到这边，已经第3年了，才想到，哎，原来我们的福音的我们的合场是这附近的科林社区的所有的弟兄邻居们，你知道那些邻居们好多都是什么宅啊？那个别墅哈，都是别墅哈。然后甚至于还有一个政治人物，我真的忘记他名字了哈。他的家也在教会附近哈。那可以就是把福音传给他。我们不期待他们回到我们教会来，但期待种子撒在他们身上。毕竟哈，我们人还会习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有共同的梦的一个有共同历史的人一起聚集编织梦想哈。所以在我们的罗兰教会也是这样哈。我们是南洋平原里面的唯一的都市原住民的教会。那这些原住民的弟兄姐妹是来自于宜兰的南澳乡、宜兰的山上的大同乡的人，可能到南洋平原，因为工作、因为小孩子读书的缘故，租房子，或者是定居，或者是就是这样，因为工作住在那个什么南洋平原里面，罗东或宜兰。但是他们因为可能对自我的认同，还有语言上的方便，还有文化上，哎，他们就集聚起来要怎么样？建立一个罗兰教会，所以你知道都市原住民教会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到现在，感谢主哈，我们建堂是已经建好了，但是因为我们是用跟银行贷款，我们现在呢我们的建筑物是8层楼高，有5层楼的一个建筑物。好，1楼是亲子教室哈，还有厨房啊，还有办公室。2楼跟3楼就是挑高的，就是我们的礼拜堂。4楼就是我们的招待室，5楼就是牧师馆哈。好，6楼就是天顶哈，就是屋顶这样子哈。那我们期望如果一个阶段之后，我们那边可以盖一个天空的花园哈。什么叫天空的花园？就是那边可以读书会啦，或者是一些陪谈室之类的哈。所以目前是我们的经费上，我们已经募款3年了哈。那预计是我们还欠600多万，620几万。那我们预计就是我们的计划是每一年去10间教会，那每一间教会可以募到4万块，那5万块哈，然后10间的话是多少？50万，好，50万。那我们自己教会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就是有60名的正会员啊。你知道，在我们真的尾声是指时间、服事还有金钱的奉献的话，大概要1/3，所以大概只有很认真的、很尾声的，就是20-30个人而已哈，20-30个人，所以他们非常的忠心爱主。但是我们也在内部，除了我们弟兄姐妹们很担心房子，就是建筑物，希望能够赶快偿还。因此，当我们在推展福音的施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什么，就会被拦阻。就是呢，当我们要去做什么施工的时候，好，弟兄姐妹们就会觉得我们不如把这个钱赶快先把债务先还光。所以以至于我就发现到说，哇，弟兄姐妹的信心就是觉得说很重要的需要，教会需要的是赶快把这个建筑物还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全心全意的传福音。
好，因为在我们这有这样的拉扯，因为我们有经常费。好，我发现感谢主迦南教会是非常上帝所祝福的。你们一个月的支出一个月的支出就是我们1年的支出100，你们120万，一个月要花。教会的经常费1个月要120万，但是我们1年是120万，是10倍。好，这样听得懂吗？哈，所以你们这是神迦南教会是上帝所祝福的。那我们教会也是上帝所祝福的，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特质跟角色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对象就是除了原住民之外，原住民的弟兄姐妹也会跟汉民族，也会跟其他的族群结婚。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用族语来讲道，或是来服侍，我们必须要用大家所使用的就是汉语来沟通那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能够让我们的家属，让弟兄姐妹的家庭都能够全家归主所以所以到现在，那我原本计划是要用9年时间计划是要9年，可是我觉得9年这样下去那我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那我们9年大家就为了一直努力在建堂那个不用传福音了我觉得这样不行啊，内外要兼具嘛所以呢，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能不能我们这3年努力，大家能够神为我们开路，我们祷告神为我们开路，每个礼拜大家同工都出去这2年来都是牧师出去募款，那1年跑10间教会，那这样跑这样子去全服侍，这样子去分享也是力量，还是9年真的蛮远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缩短一点就是3年的时间。我们除了希望可以找基督徒的企业家，也是除了对教会之外去让大家去关心我们罗兰教会的福音事工之外也是要训练我们的同工们出去服侍因为知道在都市工作的弟兄姐妹是真的都在工作真的要委身服侍上帝是真的是需要被操练所以有这样的方面，就是赶快把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所担心的，长老十字所担心的这些东西，我们希望我们跟上帝来大大的呼求，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然后把我们愿意被差遣出去，我们愿意去服侍，我们愿意去见证，我们去见证神的话，我们去服侍，我们去为主工作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提升，我们对神的经验，我们对我们的信心有更多的一个激荡。好，也透过这样子，透过这样的服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经验也会更加的丰富。就如同我这快2年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感谢神我就常常我们都是去我们的平地的教会。之前牧师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圣经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在2年新主教会当干事2年。好，所以也曾经1999到2001年的时候，在新主教会当干事，所以我们很习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我们的汉民族的朋友的聚会所以有一些有时候会熟悉，不会很陌生那每一次出来，我都觉得我很像我不会觉得很牧师不会觉得说非常的不习惯因为他曾经我们在台神做礼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就是互相分享互相勉励，感谢神我们也透过教会的需要，才能够出来这样子宣扬神的话，来彼此领受神的话语。人家看起来我们好像是付出今天也是开车开到牧师一个人开车觉得很像，你觉得大家觉得会是很累，但是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喜乐，因为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去走透到各教会的家里面去，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你们也许没有那种为了募款到各教会里面去一起敬拜一起敬拜的经验，这经验是多么美好！苦难是造就祝福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是这个苦难也跟所有上帝的弟兄姐妹，爱弟兄姐妹，爱我们教会也用你们继续的关心，为我们教会来祷告。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教会里面不是只有基督徒聚集的地方，我们的教会如果可以成为
我们的邻居聚会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礼拜，是对我现在的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做开放式的礼拜呢？那礼拜是恩典的来源，也是我们宣教的一个工具。在这里，你是第一次来礼拜的，第一次来教会的，请举手。你看吧，都是基督徒吧？能不能？我不知道教会我们的迦南教会有没有这场聚会都是慕道友的聚会？有吗？有吗？有吗？没有我看了周报里面好像没有我们教会也没有。可是这个是一个机会有在美国南部就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在美国南部，就是在解放黑奴之前，有一天有一个黑奴想要进入一个教堂，有个白人呢他就看见了然后那时候有种族歧视嘛就跑出来阻止他，不要让他进去。所以这个黑人就看着这个白人，他就说：“老爷，我现在是要来教堂扫地。”那这个白人呢，他就双眼就瞪着这个黑人，就说：“黑奴是什么呢？如果你扫地可以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在礼拜堂里面祷告。”所以大家听这个短文的时候，你知道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呢？我们如果我们要认识一下那个开放性的礼拜的时候我们要去问慕道友，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自己来礼拜堂，是不是有一个礼拜是针对慕道友的，是他们可以接受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美国密西根州加略山教会它平均65%的参加者都是没有上过教会的人，65%的人等于一半以上都是没有上过教会的人。那他们举办了这个教会加略山教会常常有一个什么慕道士的一个礼拜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个礼拜里面慕道友他2年内慕道友2年内都参加了开放式的礼拜，增加了17%。那特别是30岁以上的人呢，也增加了23%。之后呢，这个慕道班礼拜的人呢，之后怎么样？也参加了3个查经班。所以因此有很多在调查这个开放性礼拜的人就说：“不错，很好。我们如果有一个开放式的针对慕道友的一个礼拜的话，不错。”他说：“很好，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们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教会也采取了开放式的一个礼拜，就是我们习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我们长老教会习惯这样的礼拜。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些像国语礼拜堂他们的礼拜的程序是非常的非常的简单。那也非常的比较感性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一直那种我牧师参加他们这样的一个礼拜，我觉得针对基督徒来讲，那样的礼拜对我们是不够的。那个只针对还不认识神、慕道友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的敬拜，很多的那种感受，很多的你很多可以比较轻松，还有街舞啦，还有戏剧啦，那个针对慕道友可以那可是你那个神的话语的建造的话都是基督徒的话就怎么样就不大一样了那有很多的教会也采取了开放式的礼拜，不晓得我们的教会有对这样的开放式的礼拜、慕道友的礼拜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有没有期待它的效果呢？有没有期待它的效果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谈到一个开放式的礼拜这段经文里面，耶稣透过安息日教导什么呢？礼拜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好，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事呢？第1节告诉我们，门徒饿了，然后就掐起什么麦穗来吃。他就开始，你吃东西，你把那个麦穗折掉了，你就是在做工了。在犹太人的那个律例里面是，你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所以呢，他们做了这个行为之后，哇！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的门徒做了这个工作之后，他就对耶稣说了什么呢？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就责备他，否定他，定罪他的门徒。耶稣怎么去回答这个法利赛人的控告呢？耶稣他就用旧约时代大卫的例子来反驳法利赛人的主张。好，在第3节，在这个主张，这故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耶稣说呢，大卫跟那个跟从他的人，以及祭司亚希米勒在圣殿里面他们也犯了安息日，怎么样？安息日，在安息日做了工，但是他们做这个事情也没有被定罪他强调
他们做了这些事情没有被定罪哦？为什么？因为他强调了2项，他们所做的事情符合了安息日精神的一个条件2项目，一个是怜悯，第二个是善事。怜悯跟善事，安息日是怜悯跟善事的一个精神，守安息日是怜悯跟做善事的精神。那因此耶稣就是跟法利赛人说，做礼拜不是法律，做礼拜是生命，做礼拜是分享爱，做礼拜是关怀，做礼拜是生命影响生命，做礼拜是让上帝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邻舍。因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需要了，我们为什么不给予他呢？所以就符合了怜悯跟善事这2件事情，这就不算为罪恶。因此呢，透过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守主日或者是参加教会所有的聚会跟活动，最重要的精神不是制度，而是什么？而是安息日的主是耶稣，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哈利路亚！我们的焦点是耶稣基督。我们来敬拜他，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给予、牺牲、分享。他为了爱人类的缘故，牺牲他的生命，不是制度，不是仪式，这个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爱出发点。哈利路亚！因此，这跟这个耶稣这样的教导，跟开放式的礼拜，为什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活泼有力的一个礼拜是必须怎么样？你这个礼拜有活泼、有活力、充满活力，你才有生命力。礼拜聚会当中，我们一定要能够亲近上帝的一个敬拜。你的敬拜，我们的礼拜从头到末了，你是来亲近上帝的，而不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的。你要从心里面把你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上帝，把你最大的爱、感恩献给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哈利路亚！他不纪念我们的软弱啊，所以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上帝，我们把我们不好的也献给上帝，希望真神上帝再一次的触摸我们的心。我们跟上帝能够真正相遇的一个敬拜，是一个渴慕亲近上帝，并且我们认为是主日是蒙福的一个日子，哈利路亚！如果我们渴慕敬拜上帝，我们安息日不是习惯性了，反正无聊，而是我们是主日亲近神，成为我们祝福的一个来源。你要把这个日子成为你祝福的一个来源。为什么祝福的来源？因为神摸着了你，因为我们遇见了神，我们这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不只有尽到基督徒的本分而已。就如同初代教会一样，每次他们在敬拜的时候，都会经历到活泼生动的一个感谢，他们都会经历到喜乐，他们都会经历到悔改，会经历到变化，经历到联合，经历到生命的成熟，经历到决心。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每一次礼拜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么丰富的生命的一个激荡呢？我们为了要使礼拜的聚会更能活泼，不是只有牧者的事情，是所有礼拜的服事同工。我们有崇拜主，要同心在礼拜这个部分当中，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寻求上帝的心意，是所有礼拜服事同工同心努力的一个结果。一个有恩典的聚会，需要有一个周密的一个计划，也要善用有恩赐的人。礼拜的节目要多元化，这个是指开放性的礼拜好活泼有力的一个礼拜。一般而言，我们要评估这个礼拜是不是活泼的一个礼拜呢？有几个我们要参考的，有5个。第一个是我们预备礼拜服事的人数，参与率是多少？第二个是我们的出席率多少？出席礼拜聚会的比例又是多少？比例再来，我们期待礼拜聚会的一个数字，这个数目是多少？我们期待这场礼拜会有多少人？再来，缺席礼拜聚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检讨为什么他们不来做礼拜。像我们人少我们教会人多，但是我知道有小组长就会看谁今天没有来，然后就会去关心他，你怎么了？那我们就会小组长在检讨说，我的内小组有些什么原因没有来？他们会觉得说，他可能跟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是有人讲了一句话，他觉得不舒服，他就因为就这样就负气不来了。哇，那么你就可以做检讨，
啊，这样会来做检讨。再来，我们对礼拜聚会的评价是什么？我们就要督导。我们整个礼拜那个什么，整个整体方面，我们要去做检讨。刚才我们在礼拜之前15分钟之前有做一起祷告，我们的代议礼拜组的长老就说啊，就说检讨，哇，还没有开始就检讨，哈利路亚！因为这是常态，所以说我们不能常常这样啊，就是要提早预备哈。我想这就是督导哈，所以看起来哇，就是牧师非常喜欢，所以就是要常常检讨我们的行为。常常被督导哈，我们也有受造就的心。那为什么要开放式的一个礼拜？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式的礼拜必须要从传统式的礼拜当中分别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加入这个现代式的礼拜，是要加入时代跟文化背景的一个礼拜聚会。我们第一场礼拜有敬拜赞美，我去很多的教会里面去服侍的时候，他们有2场礼拜，第一场的那个什么华语礼拜呢，都一定会有敬拜赞美，但第2场礼拜就是传统的礼拜，很好啊，这就是有分别出来，这就是有加入了时代跟这个现代化的一个背景，很好，感谢主，哈利路亚。而且我们礼拜呢，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的不同的活泼的一个聚会的一个形态。那现代式礼拜的代表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礼拜，又称为慕道式的一个礼拜。慕道式的一个礼拜在美国就以柳苏西教会跟马鞍峰教会为主，然后向外来扩展。他们也是这样，就是比较活泼性的哈。那我们台湾里面其实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常常台湾的礼拜教会哈，常常学国外的都学半套而已，没有学到它真正的本质。我们到了我们的时候，又因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因着我们自己的族群的那种特质，又把它又给它稍微调了一下，所以呢，往往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哈？那我去参加，跟牧师跟他们谈到，就是外面的很多的国语礼拜堂，他们就是开放式的礼拜，就是礼拜就是这样子啊，敬拜很久之后就读经就很简单很简化，也没有起应文，也没有主导文，也没有回应主啊请我们祷告，都没有，他们就是很简单。但是他们的那个排他性就很强，就是我们长老教会会慢慢接纳现代式的慢慢调，但是你知道国语礼拜堂他们就觉得传统式的好像就是没有圣灵同在了，然后就这样子否定。没有接纳，这样子也不行。我们的特质不一样，我们的教会的为我们这个教会的特质不一样，我们不能限定说你一定要现代式，你传统式的就没有圣灵同在。这样子我们也不能否定神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会里面，他有给予不同的使命哈。所以我们台湾教会的那个开放式的礼拜，往往你没有像他们这样一直敬拜啦，一直敬拜啦，一直认罪啦，祷告啦，他就觉得是异端了哈。牧师很喜欢敬拜哈，但是我不喜欢也被强迫哈。我喜欢有圣灵的教导，我希望开放的，我希望多元接纳的。我们长老教会很好，这2年来就是什么样多元的来敬拜上帝，多元的文化来落实上帝的国度，就是接纳很重要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长老教会真的，我觉得150年快要150年，能够在台湾每一寸土地当中，能够为主做见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有加尔文的一个精神，就是不断的改革。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们一定这样就是这样。你看我们慢慢的开放，你现在这个时代，你不加一点活泼一点，你没有稍微有一点点的舞蹈那个年轻的就会跑掉了那个什么还没有不认识真理的就会跑掉了，因为觉得我们教会怎么都是这样太那个了，就是他们认为这样太不可亲近了，太严肃了。这个适合我们原来就是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可是对那些没有教会经验的来讲，他们就会觉得有一点距离。他说我们就稍微有一点调整，针对他们做一些改变，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就会愿意进来这边，然后从最基础的，然后看见我们生命那个传统的美。这就是长老会最美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在各地每一寸，从山上最高的最低的海，都有每一个长老教会的
教会在那边为主做见证。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否定神在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做的一个大功哈。开放式的礼拜呢不只有将礼拜程式简单化，或者是加强音乐方面的敬拜而已。就好像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一样他是神圣的，来到这个人类的世界当中，他也要像人类一样。我们一样，开放式的礼拜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不要把我们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用他们的方式，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能够听到福音所以我们也要针对不同对象的语言跟文化做接触点，来接近慕道友这才是开放性礼拜的一个精神。那开放式的礼拜的种类可以分3种第一个是向不信者介绍福音为目的的这叫做慕道友的礼拜。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9章19到21节里面有提到这个慕道式的礼拜第二个是帮助刚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适应教会的一个礼拜，这个叫做初信者礼拜初信者礼拜。这记载在哥林多后书6章11到13节，哥林多后书6章11到13节。第3种就是为了信徒灵命成长的一个更新礼拜，我们叫做培灵会诗篇51篇16到17节诗篇51篇16到17节是针对这3个不一样开放式的礼拜，这3对不同的对象来安排的一个礼拜。一个是向不信者介绍福音的慕道式的礼拜，第二个是帮助初信者可以适应教会的初信者礼拜，第3个是为信徒灵命成长的一个培灵会或者更新一个礼拜。再来，我们要继续认识一下，那成功的一个开放式的礼拜如何进行呢？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马鞍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他提出呢如何带领开放式礼拜的一个指南有7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我们要针对对象来规划礼拜的聚会。你的对象是少年，你的对象是劳工，你的对象是新住民，你就要有不同的针对他们语言文化去设计礼拜开放式礼拜主要的对象是未信者因此最好以未信者为基本对象来设计聚会不信耶稣的第二个，我们要加快礼拜的进行。沉闷是造成未信者烦躁的主因。像我们这样讲道讲很久像牧师我在罗兰我知道我在马武都教会要讲道要40分钟。为什么？因为处境不一样因为我们长老教会是理性的一个教会要真理之前我在罗兰教会刚开始是讲比较感性的时候有同工说，牧师你不要讲东讲西的了他的意思说他要听真理那我就怎么意思说你不要讲很多生活上的东西因为我想说讲故事应该可以让他们原住民嘛我的老师也跟我讲说，原住民你跟他们讲故事，他们比较可以 touch 到那个你的意思这样你不要直接跟他们讲那个第1点、第2点、第3点哎呀，结果我这样讲哇，没想到我们罗兰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一样因为罗兰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快被同化了，他们就是在外面竞争，在外面生活，他们的头脑就是要快很准所以你不要跟他讲故事就是他讲故事他反而会他搞不清楚，说牧师你直接跟我讲清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就好了，然后告诉我圣经上怎么说就好了。哇，那时候我就改变我的讲道方式了我就怎么样了，好那我们就讲真理哇，发现他们就对牧师是说，是的牧师，原来他们都不懂真理感谢主我们的阶段性不同之前的十几年的牧师可能都是讲到的那个不一样他们就可能听太多了他们觉得说他们没有读圣经嘛，很少读圣经，刚好这个圣经是牧师爱读的然后也必须要读的我比较懂一丁点了所以呢，哎呀，就讲真理哇，他们就怎么样，到现在哇，哎呀，很喜欢牧师的感觉什么？你知道不是喜欢我什么？喜欢我说牧师你讲道我只有说阿们因为他们以前不懂了，现在懂了，哈利路亚。哎呀，我牧师只有讲真理了讲神的道了然后再来，所以但是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因为你们很熟你们我们虽然年纪很大了，我的意思我不是指我们的年纪，我教会年纪很大，历史很大，但是我们又有年轻人的心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说，我虽老，心很年轻，哈利路亚！你看吧，笑起来多美丽，对不对？你看笑起来都全部减40岁
那我还没有40岁，我就已经，好的，感谢主哈！真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一天新事一天这样子哈。好，再来，我们开放式的礼拜还有一个要营造明朗的一个整体气氛哈，建筑物也会传达气息哈，因此我们的那个环境也要创造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哦，不要那边又很吵啦，那边又这边又什么杂物一堆的啦，这样大家就会分心哈。第4个，我们要提供简单的程式单章，就是我们的周报哈，要提供给大家，尽量不要使用宗教性的专门语言哈，最好附带一些说明，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三一颂是什么啊，或者是什么叫敬拜赞美。这个那像慕道不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不懂啊，敬拜赞美他不知道呢，他可能你叫他你要唱他那个畅快叫做什么那个什么不是卡拉 OK 那个叫好乐迪100，就他听得懂那是什么，但你跟他讲敬拜赞美，他不知道那个原来要唱歌哈，然后他以为只要唱歌只要快乐就好了，他不晓得敬拜赞美是要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你要做一些解释哈。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起印文，为什么要起印文？为什么要奉献？你要对给他附带一些说明哈。第5个，我们要使用容易懂的圣经译本哈，为了要让那个未信者、初信者或慕道友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能够更加的了解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使用容易懂的现代中文译本，会比和合本还要更适合。现代中文译本，你的圣经是现代中文译本的，请举手。好，都是和合本哈，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信了很多年，你很熟。但是慕道友呢，他读那个什么那么深那个我们和合本的话会比较不容易。你要让他在短时间之内能够比较更了解的话，现在中文译本会更好哈。第6个，你要提供介绍基督的一个机会，并且期待他们的反应。你要介绍耶稣基督，期待他们有一些回应。救恩的主权者是上帝，我们要负责什么呢？提供未信者能够接触福音的一个机会。哈利路亚！你弟兄姐妹们来到这边来，我不知道教会有没有举办什么松年大学啦，或是社区大学，有了哈。那是不是有机会会传一下人生讲道啊？就是讲真理给他们，课程里面会不会有？没有。有哈，一定会觉得施比受更为有福啦哈，或者说要那个登山宝训，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听到上帝哈。第7个，我们为了要为参加者选适合的诗歌，这些诗歌最好是未信者也能够容易了解的，并且能够带出信仰信息的一个诗歌哈，就是他们能够了解。你不能讲神在神在神在，他第一句就不知道什么叫神在了哈，所以那你就可能要讲说主耶稣你是光明的，你是带有盼望的，他们听到这些诗歌就会怎么样？原来耶稣是给我们的亮光，是给我们盼望，扫去我们一切黑暗的，就要诗歌也要怎么样白话一点哈。好，所以呢，我们为了预备开放式这个礼拜，我相信哈，这个教会我刚才有看周报里面，我们有一个目标很大的意向，我们的固定的聚会要超过700人，然后要有多少人受洗啊？你知道这些人受洗之后，初信者、慕道友。以下叫他们参加我们的那个有时候可能他们又会觉得很难进入，有时候可能有小组的一个小组的培训他们，让他们能够熟悉教会，能够更加的了解。我想这个是我们教会可以在更多的一个努力的一个讨论跟计划了。我相信神会更加的祝福迦南教会，也更加的祝福我们罗兰教会。我们罗兰教会现在也是。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起来当小组长，然后可以去喂养不同的一个族群哈，那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哈。我们不要为了增加会友才开始开放式的礼拜聚会，也不要为了需要改变而开始，也不要为了满足会友而开始。我觉得700个这个好像700个我们什么都做，不是为了这样，也不是为了尝试而开始。我们试试看了，都不是。就是当你对不认识主的人心怀热情的时候，你再开始吧。当你有拯救灵魂的这样的心、这样的热情的时候，你才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就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传扬福音。
你把这使命传给所有跟随你的人，也传给教会。我们教会的存在，就是让更多的基督徒能够在你的圣殿里面敬拜你，经历你，领受你的祝福，并且在你的圣殿里面饱尝了你的祝福之后，使我们带着属天的能力到世界当中继续的去关怀灵魂，去为着灵魂的拯救努力的传福音。教会里面有需要更多针对慕道友、初信者，或者是更新培灵内在信仰生命的一个造就的一个礼拜。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礼拜服事的同工们，有从你那里来的一个心意，帮助我们向我们每一个同工来显明，使我们教会存在在这里，设立在这里，有你更多的福分，让教会有更多的不信主的人继续的涌入教会里面。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听道遵行道的人。我们相信你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